杨七郎，你会记在边境时候，恁兄弟拍上我后事破坏代志无？啊！哼！你想袂到，会有今仔日下场啊！杨家将强势欺人，杨就是你，杨延叔，你将老夫拍甲吐血，老夫敢袂当遐尼用，放过你心。其实我的代表早就到位了，我故意唔出兵去救你。老夫目睭紧紧看你杨家将。一个一个死在撩狗之手，才会当消满目之恨。潘林美，你这个狼心狗血的叛身贼子，你会遭受报应！你讲你，你死在林条路，也敢辱骂老夫，来人，来准，给我绑死！是，来！来，将伊放开，伊的尸体带入河内。是。
偌大权势，我一定要真交迄甲村即层的阴谋，为爹爹啊青龙报仇！关注岗，关注岗啊！喂，报告，下嘛，下。找开半工，也是我着找出因的人影。这个葫芦头，这个铁丝，毋但是咧创啥物的？无听着预言家已经叫走去啊！小妹啊，这个五台山，你家看是这呢正快，也要掠一个人，变哪有这么简单啦？我看你吼，你的性质嘛毋通遐尼正急。阿姊啊，毋是我歹性地呢，咱随着听葫芦头来报告，咱就马上就赶来。我是烦恼讲，咱一日路上就耽误几工，无听着已经逃走这个五台山去嘛，无一定啊。无可能，到处就是有兵士特别掠的，伊安尼闪闪撇撇，变哪有可能遐尼紧就逃下山去咧？哼，若毋是明仔载，大军要攻城，葫芦头这个小囝，我马上就给除掉。哼，好啊，小妹，过过迄边山就是来源，要无咱分手来去找好。好，行。水。阿弥陀佛，你是一个出家人，为什么看到查家安尼雄雄公公在咧闪避？女施主你误会，并且毋是要闪避，这是惊要冒犯女施主。听你的口音，你就是中原人，你毋是五代的和尚。对，并且咱是一个游方的行吉症，来这个五台是为要来拜佛祖。你情伊情无，情在心，记这无像一个出家人。利益的勇气，天矛盾，不留我怀疑情分。师父啊！你的法号是要怎称呼？并将化名是片路啊！既然是来这拜佛祖，师父啊，这仙的神像。
无亏你是，一点情，经年的付出也你付清。流言乱语起心性，轻无的对你显的怨哪行？生手啊！原来你就是游人龙，来哦，掉下来！哎，快跑！出声啊！只要你若无出声，我袂伤害你。我本来无想要来找你的麻烦，实在我是受患病，必须走投无路，这是不得已的，所以你是中原人哦？是伊咧，伊咧，伊是我的小弟，受患病愿自下死。我来应付。有眼睛啊！来嘞！坐下！不应该啦，不应该，将军啊，这是我的错啦。我问你，有眼睛乃死伫遮，伊人先做死，讲。我嘛唔知，伊顶下孙都受伤正重啊，一句话嘛无讲，倒落就死啊！唔是你看，涂骹全废，你看，全废掉。好，人啊死就煞，等下回兵公主，起是啊。多谢老爸。得嘛，你紧起来，紧起来。我嘛是中原人，你就是陆将军哦。啊，真好真好，佳哉你会当大声出来。要毋过伊小下咧破茶的时阵，有听到番邦的公主咧讲，明仔载要攻幽州城呢。
有种啥个咧比辽兵功夫，这真属老夫意料之中啊！爹啊，啥虽然是破啊，但是杨连广并无死啊。哦，害你听讲，杨连广家己一人走去陈家国，现在辽兵已经将陈家国团团围住了。红天啊，有家忠心，护八代双雕啊！如今落地，兵败红高。想起金沙滩，定下香雕，我落泪将红分白了。大龙铁柱心了定哦。得剑上二龙，生命伤。马踏三龙，死如将。四龙八龙，失落异乡。高浪消发，天烧刀，铁龙分明，几乎阴错。放球上苍，将六龙的生命保，八祖是老啊！一秒后。有这个，你做什么事？你老婆，你有一个单高我我小心点，你做什么事？有这个，你老婆做什么事？你帮我小单高我。李良弼，我杨家将忠心耿耿，竟然落到如此的下场。李良，你是一个卖国救人的奸臣，什么人跟你比？皇上，神派变了。
李良璧，我今日又计业，绝对要甲你这个奸臣，拼一个外死，你无？